首先，我们来讲进香旗。如果只是想来体验的朋友，不一定要请旗，因为按照习俗，请旗就要走3年。在宗教的意涵上，妈祖会派兵将附在旗上随行，保佑香客平安。所以，一户只要1支进香旗就可以了。要买进香旗来请旗，需要先跟妈祖直缴3个圣杯，才可以去买旗。圣杯也表示妈祖愿意保佑你一路平安。如果掷不出圣杯，表示妈祖对你的暗示，可以改用体验的方式来参加。添香油钱300元，可以得到1支进香旗。拿到进香旗后，绑上平安符，盖上官印，最后在香火上绕3圈过炉，即完成请旗仪式。